立法院新的会期才拄开机，这场面就乱糟糟。国民党立委是跳出来阻盖行政院长陈建仁报告，拿力双方起冲突，甚至搁烧下体。了后，这立法院长韩国瑜是开始讲先歇一阵啊，落尾才互陈建仁总算爬上台顶来进行报告甲备询。也那民众党团今仔日是再度提案，讲2月2日要来加开院会进行实案的报告。也那民进党团是认为讲，这日子爱先爱经这个2月23有较好势。韩国瑜就才是讲，伫个朝野协商了后，就会确定日子。大社会，咱的囡仔爱食安。国民党立委伫行政长陈建仁上台施政报告进前，向向发起抗议躁动，各轮流上阵批评民进党无重视食安。到现在完全没有忏悔，完全没有道歉，没有真相，没有食安。民进党立委是伫边唱声，照期间爱开会反制，佮靠说台中市长罗秀燕爱备询。立法院长韩国瑜在时休困10分钟，了后离场，反倒等互立委批评。咱着女立委爆发集体冲突，场面真混乱。不过伫休困10分钟过后，行政长陈建仁依然爱上台施政报告佮备询。针对制定不法馈赠罪、影响力交易罪，这个社会有人反对吗？我想。这样的一个法律的部分呢，在当时呢，确实是有法务部呢邀请的学者专家跟实务界的部分呢，有开会来研商了。朝野并场不只是这一件，就是按专案报告19朝野协商破局。民众党团20个提案，2加开院会进行实案报告。国民党团提案力挺民众党团，不过民进党团希望23进行，也提案到朝野来协商。希望能够透过明天加开院会的方式来处理大家所关心的食安问题。民进党已经正式的递案，请求韩国瑜院长尽速召集协商，在本周5就让食安报告可以上路。现民进党党团提议交付党团协商，2月23号由本席再次召开朝野协商食安问题有关食安问题的专案报告。那我们会择期协商。什么时阵进行实案专案报告？目前议员在等院长韩国瑜召集朝野协商了后才确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